这了，非这了。要一个公子结拜此次甚好，我们这公子规格一台200， 317岁，遇到此周贼为兄，以贼为弟，英台从此遇了一位兄长， 300种次遇了一位野弟，兄长，野弟，爷爷，兄长。哎，这是你我结拜，何以为真呐？你我9月，草脚相生。不妨在这草脚上结拜。上那条儿，做个姿势。对我等将史经里的结果陪完整整。背书，越背越输。你去背吧，我们走了。哎，你们看，这公司在放车呀你！好，我放车要去。爷弟，菜要飞得再高，只要心儿虽柔，终能顺风舒展呀。好了好了，功课上有完成，我们还是读书吧。这道题了，天花。沈晶晶拿此地吃，这到底了天火。
兄不思其死。燕帝，你休息片刻，女兄也怕问哭去了。多谢两兄。
是金佩。
应该到啥时间，与我兄弟相称。今日我给参议炎帝万事。事情不妨改成兄妹。哎，应该也妹。
我就一直尝试搞到公堂。梁兄，梁兄，弟弟他此意已决，马家有财有势，你告他好友。四弟弟死了，马家里有了马家驹，有了马家妹，不在马家亲。梁兄，应该对不起你，你冤我恨我。梁兄，应该此生一夫法。梁兄，你离去杀女吧。因为像你我草桥相思，已经为子历尽辛劳，半生夙愿散在农场，今世你惨，三百里相送，也没你我许婚配与兄家。红婚的是死我道破天机，与兄我一路狂奔来到丈夫宁去秋梅。想不到这个马家一介联姻，也没依许他人。快这位女兄婚的女等，我是君臣，是女兄我没有也没你有份恩义深情，是女兄对不起你。既说此次，女兄告辞。
此事就与子产生，与子偕老。这是我逼着你千辛万苦两袖，这是。